去冷，梅花嘛开始来大开。南投信义乡是看梅花真有名的景点。天气转湿冷了后，梅花嘛开始开花咯。信义乡梅仔望工厂的梅仔园，梅花已经开5成，其他的梅仔区嘛开始来开花。元旦假期开始，就是看梅花的好时机。 白色梅花开甲满世界，看过这山坡顶围片拢是白色的，尤其意外看到这大开的梅花，拢真欢喜。梅花有水无？有水，水啊！耶诞节正式开始，天气转做湿冷，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嘛陆续开啊，行伫梅花林内面，也可会当闻到梅花的香味。手机啊，已经摕起来，无论安怎翕，拢会当翕啊非常水。梅树一经过，就会很多那个梅花的那个花片，就是很像雪花这样飘落，然后很开心，可以刚好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么多梅花。 去年因为暖冬梅花只有开3成左右，今年入冬初期咧嘛，因为暖冬花放不如预期，不过这几天啊气温下降嘛落雨，信义乡这梅园内面梅花已经开5成，其他的花苞咧嘛开始大开呀。看整个花况，好像是用倒开。今年的花绝对是相当漂亮，会把去年没有开的全部都会一次开回来。 依照目前的回放，有计伫元旦假期了后，是赏梅花好时机，民众千万唔通错过。